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8月1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1篇，列王记上卷第1章28到48节，罗马书第16章17到2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和平 （Peace）。大卫在年老的时候，他的家族经历了2次的他的儿子的叛变，那几乎让他的全家这个家族呢分裂。分裂呢，在人的关系上面来看，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啦那要追求和平，其实基本上是困难的。的确，如果不是大家都愿意谦卑降服，那么无论是谁起来接班当王，都会有问题的。就如同大多数的家庭，每遇到这个遗产问题总是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纷争。昨天我们提到了大卫在先知拿单以及他的太太拔示巴的提醒之下，他设立了所罗门来接任他自己当王。这件事情根据今天的经文来看，真的是轰动了整个的以色列，也惊动了刚刚自立为王，正在享受自己所设立的宴席的他的儿子亚多尼亚以及他的见证者。虽然惊动了他们以色列也都在欢呼，但是亚多尼亚以及他的支持者、见证者是否能够甘心乐意的接受呢？这是有问题的虽然大卫设立了所罗门为王，但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大卫他交代撒督祭司、拿单先知以及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来让所罗门骑上大卫的驴子，来前往基训水起人那里，来设立他所罗门为王。关于骑驴子的事情，有好几处的经文都有记载。牧师今天举2个经文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士师记的第10章第3节到第5节。在他之后，有基列人埃尔兴起治理以色列人22年，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头驴驹，他们有30座城，名叫做韦特埃尔，直到今日都是在基列地。埃尔死了以后，就埋葬在家门。我们知道士师在当时代是以色列人属于这个领袖阶级的一个人物专门带领以色列人与外族来征战的人。他们虽然是领袖，却是骑着驴驹，而不是骑着马。为什么呢？除了因为犹太地它本身生产驴驹，不生产马以外，驴子在圣经的传统意义里面有不同的意思。这个意思除了君王之外，就是和平。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到第10节的经文这样子告诉我们，他说：西安的居民要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居民你的王要来这里了，他是公义的，是得胜的。这是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也是预表了耶稣基督的降生。
耶稣基督是一位和平的君王。在我们今天的经文旧约，我们看到大卫让这个所罗门骑上驴驹，又让他到了这个基训这个水泉的地方受膏立为王。除了确立他接续大卫成为像士师一样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更是要释放出和平的意涵。他祈求他的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他祈求国家的人民能够享受和平，他希望能够从分裂的国家当中再一次拉回来，成为一个合一的国度。我们在新约看到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他劝勉这些弟兄姊妹，他说：弟兄姊妹们，我劝告你们，要防备那些制造分裂、动摇别人的信心、背弃你们所受的教导的人，要远离他们。好了，我们来想想看，在教会里面，什么事情会制造分裂呢？有一些人坚持自己的想法，他把自己的想法、意识看得比教会的和谐还要严重。还有我们在教会里面也看到，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有一些纷争，他好像政治立场胜过了信仰，比上帝还要更为重要。信仰宗教化，使人看不见上帝。还有把教会当成政治的舞台，彼此的增进。当然终结来说，基本上就是人不够谦卑，还有其他的原因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又进一步的说明，他说到，因为呢，这样的人不是在侍奉我们的主基督，而是在满足自己的肚子。他们用花言巧语迷惑老实人的心。到底和平这件事情难不难？牧师认为是不容易，很难的啊。记得小时候学校的课桌是2个人共用一张的，长长的啊。那最常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大家都还记得，对不对？就是在这个桌子的中间画一条线，还写一个楚河汉界，意思就是说互不相干，互不侵犯。要不然就是2个人都拿着铅笔盒摆在中间，谁都不能超过啊。结果呢，这个人用手这样推一下，那个人用手再推一下，这样推来推去，整堂课都在那边推来推去。如果和平很简单的时候，那小时候这种事情就不必如此了。和平 peace 不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说基督的救恩是人与上帝的复合，这是和平的意思。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也是上帝借着基督给我们这些基督徒的一个呼召。保罗又说，在坏事上无知他说，我要你们在坏事上无知，赐和平的上帝就要摧毁撒旦，使他们屈服在你们脚下。愿我们的主耶稣赐恩典给你们。